歡迎嚟到跟威仔隨人頻道啊，又係我威仔帶大家隨人啊。今次就嚟到都會漁港睇下有啲咩平靚正嘅嘢食啊，平靚正嘅早餐啊。如果大家中意威仔嘅頻道啊，就即刻撳個 like 啊、comment 同埋分享出去啦。哇，今次就上到嚟啊，咁就睇下佢有啲做嗰啲咩優惠啊，加多元食法。每款另外加100蚊，咁有啲咩加咧？就係陳年花雕蛋白蒸蟹身呢個椒鹽或者薑蔥焗蟹腳，同埋呢個鮮香蟹蓋炒飯啊，每款加100蚊。呢一個咧只限堂食啊，開蓋清蒸紅蟹就198蚊斤，藍蟹就248蚊斤啊，3斤或以上。另外收取加一服務費啊，外賣就免收啊。季節限定啊，仲夏嘗鮮。聽房或者外賣就加多40蚊一斤。呢個晚飯嘅優惠啊，只限鳳德店啊。供應時間啊，晚上5點半開始起啊。大堂套餐唔可以其他優惠一齊使用啊，同埋個套房都唔可以使用，其他分店都唔可以使用啊。鮮活龍蝦虎斑全包宴啊，芝士焗3晚龍蝦約2斤，配伊麵底啊。鮮淮山炒火箭油雙脆啊，有呢個椒鹽焗大連鮑魚約8隻，清蒸蝴蝶金邊虎蝦約2斤啊，蠔皇天白花菇扣鵝掌，晚羅至尊燒鵝皇都係半隻，最尾就係雙尾啦。呢度咁多咧，全部都係俾8位用啊，全包價就1598啊，星期一至星期五啊，假日除外啊。包埋茶同埋加一服務費噶啦，星期六日嘅全包價就係1798啊，貴多2嚿水啊。仲有個鴻運金豬鮑魚全包宴啊，鴻運乳豬全體啊，法式芝士焗珍寶蝦球啊，配伊麵底啊，同埋 XO 爆炒準淮山火箭油啊，瑤柱海皇梅花膠煲同埋海皇原隻鮑魚拌花菇啊，欖角醬蝴蝶蒸海斑約2斤，羊肚菌鮮雞湯浸時蔬，醬皇脆皮走地雞，跟住就係單味全包宴啊，星期一至星期五1988啊，星期六日就2288啊，2288啊，容易化啊。下午茶鳳德店啊，大中小點一律以小點計算啊，推薦分店只限本店使用啊。星期一到星期六下晝2點到3點半供應啊，以入單時間計算，公眾假期不適用啊。當年未到，當年價錢，當年嘅情誼啊。講完下午茶，梗要講埋晚市啦。佢有個晚市優惠啊，二選一5星名廚主理啊，醬皇脆皮走地雞2到4位半隻都係1蚊雞嘅啫，5到9位啊，一隻都係1蚊雞啊，10位或以上2隻都係1蚊雞啊。上湯波士頓龍蝦配伊麵都係加68蚊嘅啫，3到7位就1隻啦，8位以上就2隻。清蒸3晚海斑啦，2至6位1斤1條就38蚊，位以上啊都係約2斤1條啊，都係38蚊啊。乾撈鮑魚粉絲煲4隻1份啊，都係38蚊啫，2至4位1份，5至8位2份啊，9位或以上就有3份。魔鬼在於細節啊，每一台按入座計算啊，只能夠嗌1款啊，唔可以與其他特價同套餐及全包宴使用啊，需要光顧正價小菜1碟，只限晚市5點半供應啊，外賣廳房及全包宴都唔適用啊，會有呢個加1嘅服務費㗎。鳳爪排骨飯啊，首先佢個樣咧就非常之唔錯啊！鳳爪排骨飯有鳳爪同埋有排骨啊，非常睇落去個樣非常之唔錯啊！上嗰啲煲仔飯時啊，非常之正啊，同埋啲排骨亦都係非常之腍噶。咁佢個鳳爪亦都係非常之香濃嗰啲醬啊，排骨醬同埋啲豉油醬咁樣。不過佢個飯咧就可能會有少少硬硬地啊，定係唔知道佢係啲飯係本身硬啦，定係本身係蒸嗰個時間係咁樣嘅飯嚟嘅。不過整體嚟講，佢個 CP 值亦都非常之高㗎。個主菜嚟講係非常之唔錯啊！上海菜肉包啊，3件裝，唔知威仔食嘅時候係咪已經可能比較凍咗少少啊？所以佢個
皮咧，包皮就會比較硬咗少少啊，冇咗得到一個鬆軟嘅效果。咁如果可以熱食嘅話，就應該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啊，入面嘅菜肉嘅餡亦都非常之唔錯啊。由於個菜肉啦、芹菜、豬肉嘅餡嚟嘅，調味亦都非常之唔錯噶。咁都係攞啲鹽同胡椒啦，同埋去蒸咗佢啊。咁相對嚟講，呢個包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菜肉包，即係飲啖茶食個包啊，飲啖茶之後食個包，非常之配合啊，唔錯。我菜肉包啊，但係我係食得出呢個係香港嘅口味啊，呢個係香港嘅菜肉包。呢粒嘅8號蝦餃我覺得頂點啊，皮薄餡靚啦，佢個皮係非常之晶瑩剔透噶，佢個蝦亦都係非常之新鮮啊。啖啖蝦，啖啖肉啊！佢個蝦嘅調味亦都非常之唔錯，落咗啲胡椒啊、鹽啊，配合埋個包皮啊，一鹹一淡啊，咁就係非常之夾啊！完全突出晒佢蝦嗰種新鮮嘅嗰種口感。開第一啖啊，仲係 feel 到入面係好勁嘅溫度啊，好啱食嘅溫度啊，跟住啲皮啊亦都唔會好容易散開啊，非常之黐埋一齊嘅，一啖都有皮同埋蝦嘅口感啊，非常之正啊！我嚟嘅就係呢個薑汁嘅千層糕啊，小點嚟嘅呢個。呢個薑汁千層糕咧就係甜噶啦，咁佢嘅薑汁味係非常之出噶，佢個薑汁味亦都唔會話太過勁啊，所以係非常之啱啱好。個口感啊，亦都係非常之煙煙韌韌啊，非常之唔錯噶。呢個薑汁千層糕都係有3件裝嘅，佢係唔會淨係得薑味，佢另外仲會有啲甜味啊，好似啲紅棗啊，又或者啲其他啲甜嘅嘢，去中和翻佢個薑汁啊，令到佢個薑味更加突出，但係亦都唔會話係搶咗其他嘢嘅味道啊。薑汁糕作為一個甜品嚟講係非常之唔錯噶嚇。跟住啊，再睇下佢個蜜汁叉燒腸啊，大家都見到啊，係叉燒係非常之豐滿噶，成條腸都係有呢個叉燒噶，係頭到尾都有叉燒，跟住配合埋啲葱啊、牛肉同埋啲腸粉一齊食係非常之正嘅，配合埋個腸粉豉油係靈魂啊，所以一定要點啲腸粉豉油嚟食啊！非常之正啊！腸粉豉油就係甜甜地啊，又唔會話太過甜啊，佢係有少少偏甜嘅口感，亦都有少少鹹鹹地嘅口感，配合埋腸粉嘅口感啊，一鹹一滑，鹹滑鹹滑，非常之正啊！跟住啊就係呢個煎米腸啊，大家都見到呢個煎米腸啦，係煎嘅一啲腸粉，佢個面啊仲會有少少葱啊，一啲韭黃咁樣嚟配合嘅，咁亦都會配咗啲腸粉豉油俾大家可以點嚟食噶，同埋仲會有啲甜醬喺側邊啦。如果真係大家中意食甜醬都可以，有呢個芝麻醬啊，所以如果大家中意食呢種煎嘅腸粉都可以嗌嚟試下噶。咁佢煎到燶燶地啦，脆邊，再加上軟滑滑嘅口感啊，非常之正。再配合埋佢哋嘅豉油甜醬或者芝麻醬啊，簡直係非常之正啊！我哋呢個就係千島煎薄餅啦，呢個係童年回憶嘅一個菜式啊。咁呢個嘅煎薄餅咧係都係用啲蛋黃醬啦，加啲葱啊、火腿粒同埋一啲嘅薑啊，又或者葱嚟整成嘅。咁基本上係一個薄餅嘅形狀啦，不過唔係薄餅嘅，你話係一啲葱啊嗰啲菜中菜嘅一啲料嚟。呢個威仔係喺細細個亦都非常之中意食啊，而呢間茶樓亦都有呢個保持呢個傳統啊，非常之正啊！呢個煎薄再嚟嘅就睇下呢個雞包仔3粒裝啊，咁佢個皮亦都非常之鬆軟噶，配合埋佢入面嘅料啊、雞肉啊同埋啲葱啊、薑啊嗰啲，配合埋佢個包皮一齊食係非常之正啊！都係嗰句啦，一鹹一甜，非常之配合啊！喺呢個早餐時間整啖包，飲啖茶，非常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早上嘅開始啊！俾大家一個非常之好好嘅一個體力嘅調味啊，威仔都 feel 到係有啲鹽啊、胡椒粉啊，同埋一啲混合咗嗰啲豉油落去咁樣。再嚟嘅都係馬拉糕啊！呢個馬拉糕係用黑糖整嘅馬拉糕啊！大家都見到佢表面好多嗰啲窿窿窿窿，就係好鬆軟嘅嗰啲窿。佢個 size
都唔細嘅，都有成一大嚿嘅，所以正常男人嘅一個 size 都係應該可能都係食唔晒咁樣嘅。咁佢咬佢嘅口感亦都係非常之鬆軟㗎，根本上係非常之彈下。其實佢係膏啊，但係佢係有嗰種平時嗰啲白色薑糖膏嗰種口感啊，但係佢係馬拉糕嘅嗰種口感。跟住佢仲有啲黑糖啦，咁樣令佢更加出味啊！威仔咧今次就飲咗呢個254蚊茶㗎，4個人啊，連茶錢連服務費啊，254蚊，3大一細啊，平均63個半啊！飲茶佢個 CP 值嚟講就中貴啦，亦都唔算係太過差。咁邊講埋啊，威仔今次飲嘅茶係普洱啊，咁佢個普咧亦都係茶樓嘅一啲普洱啊。如果大家想威仔去試啲咩，或者去邊度拍片嘅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啦。咁今次嘅條片就去到呢度啊。如果大家中意威仔嘅頻道，就即刻撳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分享出去啦。拜拜。